台南台南东部的政策政策的主任无解释安尼无毋对去政策部的主任台南东部政策部主任来，咱即摆来正式来开始世界各地关心台语文化的同乡乡亲，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2月12日咱真欢喜会当邀请到台湾基进党台南东部的政策主任来王明岩博士来甲咱伫遮要来开讲伊主要的题目是要来讲即个台湾基进伫台语文化的即个梦想甲实践所以咱即摆咱就来先来简单来访问即个明岩王明岩博士一下明岩博士，请问你今年几岁？敢会当甲你头？是我是1979年出世的，算起来应该是42、3岁应该是所以你若算伫基进内面，你是算讲年纪较大老岁啊。你是老岁啊！你含迄个疫情恁这个董主席毋着差不多年纪差不多我差不多6、7岁左右。你比伊搁较大？伊是差不多要我50啊。安尼OK。是。是安那，我真趣味先恁遮的论述较会当吸引到遮济的即个少年人入来。是其实阮一开始吸引到少年人是无济啦，老实讲，因为阮算讲伫目前台湾政治的宽大党因为一寡政治制度的设计对于小党真不利但是咱就是一步一脚印咱伫算讲伫疫情开始带阮伫公园内底伫迄个路口阮开始做宣讲，阮一骹箱徛起哩，就开始讲。就一开始麦克拢抓袂知，我讲话拢会错，安尼一直讲，甲过去阮伫不管伫咖啡厅，还是讲伫餐厅，还是伫啥物人因的即个客厅，阮所讨论的对阮台湾前途一寡理想的即个看法，台湾应该行去倒位去，即摆台湾目前拄着啥物款的即个状况，对中国对台湾的压迫。是要安怎来处理？台湾人需要知影啥物款的即个代志，我咱甲整理了后呢，阮伫即个街头开始宣讲。一开始无人，其实无人插阮啦。想讲即少年即阵少年会怪怪呢因为即摆大家拢咧算讲为着生活拢真无用啦但是慢慢就开始阮一开始是一寡咱的前辈感觉讲伫高雄的即个街仔路足久无听着有人伫街头宣讲啊。甲袂属于较早少年时代咧伫多听党外演讲安尼共款。种渐渐有人甲阮关心，有人甲咱问，了呢甲咱支持安尼。慢慢呢，一寡少年人，阮开始有共款的理想的少年人开始开始合作伙，开始做一寡。真互咱欢喜啦台湾人有少年人开始来关心政治，安尼就会大家对台湾较有希望啦我去转来讲本人本身我看你的经历你本身你是读台湾的艺术史嘛是。搁落来，我感觉你的经历内面搁有一块互人感觉较趣味的，就是讲我看你经历你有做过国防部的即个募兵官你敢会当你家己本身你来介绍一下好无是。其实是安尼啦。其实安尼我大学读的是即个海洋大学伫基隆遐我读的是即个航运管理系可比讲我大学的同学即摆伫中营即个阳明即个船公司内底咧食头路但是因为算讲咱厝里内底一般咱传统对查甫囡仔读大学拢会当即个上课会当去做生意但是我个人对这是无啥物兴趣啦但是因为咱厝内底的父母即种长辈要求，所以我去读这啦读了无趣味，但是我利用时间我会去看一寡台湾的相关的即个文化甲历史了会去做即个去签志愿做兵签志愿安尼是因为是讲迄阵厝里较艰苦啦嘛经济面顶有需
所以讲我签即个志愿吼，来去做志愿的军官。但是呢，伫即个做的过程当中，咱就发觉着讲，其实台湾的即个处境，毋是咱外口咱一般人过生活所想的。其实中国的即个军事的即个压迫，真正是真严重。所以其实咱应该台湾其实伫各方面顶应该搁较肯搁较济即个精神甲气力来拍拼安尼啦。但是因为即个厝内的环境一段时间了后，其实有渐渐改善。改善了后，我想讲，我是毋是会当来读我家己有兴趣的物件？所以我就去考着台湾师大台北迄个师范大学一个艺术史的即个研究所。就开始来研究即个台湾的即个相关的历史甲文化。但是因为迄时阵大家对台湾的即个内底气氛，对中国的文化其实是搁真，算讲足侪人的研究。台湾即个文化其实较少。一直到什么时阵？一直到立军部长咱第立军部长做文化部长时阵，开始才渐渐咱政府来主导、来推动预算甲放入去。过来甲咱的即台湾历史的即个艺术的历史重新过来来找出来。所以我个人本身嘛，捌伫陈廷波文化基金会上班。咱的即个基金会董事长，董事长是陈廷波的大孙。所以阮就是因为安尼渐渐对台湾的文化甲历史，佮过去遮真重要前辈的即个画家，有搁较侪熟悉。所以讲对台湾本身即本土的文化，其实有搁较侪的认同安尼。安尼真好的经历啦，是。你也伫军事方面、伫艺术方面，拢有真深的迄个投入我拄则含你咧开讲的时候，阮知影讲你今年有想要出来参选即个台南选区但迄是算第几选区？安南区是算第几选区？第6选区安南区。迄包括对几个所在，盐行、永康遐毋是你的选区啦毋是阮家一区，一区OK 好。敢会当小可来介绍一下，你是安怎要出来选即个台南市的市议员恁的估计恁差不多选情是啥物款？敢会当甲阮小可介绍一下是其实我本身过去我10几年来拢一直咧做学术的研究啦。但是因为对台湾的即个历史甲文化有真深的认同所以讲我伫2018年罢韩的时阵，我就开始加入基进咧做志工。所以伫高雄、伫台北的街头，咱拢去收迄个连书书嘛出来甲大家宣讲。所以迄阵我就开始渐渐甲基进有小可较侪的即个互动啦其实以前伫即个网络面顶影片其实拢咧宣传基进的理念。对我来讲，其实这理念甲我会合。佮加上我一个伫成功大学建筑系一个教授的朋友甲我推荐，所以我2020年开始了后，我就甲业者讲咱后摆伫台北若有需要你甲我讲我就投入去做斗相共安尼。哪做对咧做了后，发现讲其实台湾呢算讲需要较侪少年人伫政治这个面顶来关心。所以讲我个人感觉讲，咱这做学问其实是追求即个事实的真相啦其实即个真相是会当互搁较侪人爱了解正确的代志，互台湾搁较往较好的方向来前进所以讲对我来讲，虽然讲做学问会当趁钱顾家己顾厝内人的生活，但是我感觉若无理想的即个社会，一个好的国家，其实才会拍拼，拢有可能伫一夕之间就变做乌有去。所以我感觉比起追求我个人即个学术研究的即个生活，我感觉即个时阵应该搁较侪对台湾有本土文化，对台湾一个新的国家有理想、有梦想、有追求的少年人，应该搁较主动，甚至投入去即个政治的即个工作内底安尼。所以我变做讲业界主席甲我即个征召的时阵，我就考虑无偌久就讲会使。若台南需要我就对台北落来转来咱的故乡来种一斗安尼啦。是阮即斗伫我伫台南呢，阮即斗有3+1总共4个候选人头一个是伫咱东区东区是咱台南基进东部的主委叫做李宗仁伊顶一斗呢差500票尔差一丝丝尔所以讲即届咱就搁甲杀一个看会当吊车尾去安尼
啊，第二个选区咱塞一个伫永康，吼，啊，这是一个真优秀的查囡仔，差不多20通岁，吼，啊，台心理系的研究所才拄毕业尔，吼，啊，一个查囡仔安尼也嘛愿意投入于咱即个政治的工作，吼，啊，第三个是咱一个将军，吼，将军在地的一个少年仔。哦，啊，伊是伫选大北门区，啊，伊即区吼较看啊，对北门客家将军七股嘉义遮拢伊的即个选区内底，吼啊，上尾一个就是我啦，我伫安南区安尼，嘿，啊，就阮四个来参加咱年底台湾基进伫台南这市议员选举，嘿，是，多谢嘿，多谢你的自我介绍吼。是，啊，我会记得咱虽然即摆抑阁毋捌见过面吼，其实咱咧筹备即个会嘿吼，已嘿经好2嘿个外月啊吼，啊，迄是陈碧嘿嘿，伟吼，特别甲你推荐的就对啦吼。啊，所以我知影你今仔日要来讲的题目，阮遮逐个拢足趣味啊吼。你别讲台湾是，基进吼，伫台语的梦想甲实践啦吼。啊无，我知影你今是，仔日有准备一寡内容要甲大家分享吼。我即摆嘿，个时间交你吼。啊，你讲了的时好，阵，啊，咱遮的在座遮的朋友吼，我想有真侪人想要甲你问问题啦吼。好无？嗯，吼，啊，咱就我即摆就即个下骹即个演讲的时间来交你，啊，了咱较来采访来 Q&A，吼，好无？好，好，好，安尼，是，嘿，好，啊，多谢梁公兄的即个介绍吼，啊嘛感谢咱所有在座的前辈伫即个吼时间来拨时间来即个参加即个论坛的即个讨论啦吼，啊其实吼用台语来质询，用台语来即个讲政治，其实是台湾基进的一个特色啦吼，尤其咱即个配位吼就任了后呢，真侪人吼拢会问讲你为什么用台语来即个讲政治吼啊？逐届咧要讲即拢爱问讲你听有台语无？啊，其实吼，感觉有人感觉讲你安尼敢袂足烦的。啊，但是呢，阮台湾基金为什么坚持用台语来讲政治？因为咱感觉讲用台语本身就是代表一种反抗，吼、用台语就是一种反抗。啊，用台语来一种反抗是虾米原因呢？吼、其实对台湾来讲呢，其实这毋是头一道。咱伫30几年前吼，咱的立法委员戴进尧先生就捌伫国会用台语来质询啊，吼，伊捌对当时迄个行政院长吼夏博春吼问过伊一段话，问讲，院长，我毋知影你伫美国待几工，你的英语讲了是真好啦，但是你伫台湾待40几工，你听无台语，你听无我咧讲的话，你敢袂感觉真痛苦？你爱想看觅哦，全台湾2000万。当中有5人，到即摆佫听无北京话嘛袂晓讲，因的痛苦你敢有人了解？所以咱伫30几年前，咱的前辈戴进尧先生就已经开始伫国会用台语来质询了。其实即摆毋是讲台湾的头一道，咱伫100年前呢，咱的即个日本时代的前辈，台语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的即个强钉，吼。搁比讲咱伫1921年成立的即个台湾文化协会，吼，即个组织呢，其实是全台湾的成员拢足侪，因呢用各种的即个文化运动来对抗日本殖民统治，搁传统社会即结构的无公平啦，吼。尤其呢，1923年呢。台湾文化协会第3摆总会是伫倒位开呢？伫咱台南一间叫做最神楼的即个餐厅来开啦吼。伊即个会议就决议吼，要甲伊的协会本部刷来咱台南，吼，而且由即个蔡培慧先生来接即个专务的理事。了后呢，文化协会伫台南呢，展开各种的即个活动吼，有啥物活动呢？可比讲有即个教人读报纸、读报社，吼，搁有即个讲习会。搁有演讲会，搁有文化的即个戏剧的活动，尤其上重要是啥物？就是来推行即个台语白话字的即个活动，搁有利用放电影即个吼，即个方式呢，互所有的咱即台湾人会当了解世界各国的即个文化。即个活动当中所用的语言是啥物？拢总是台语，拢总是台语。所以其实呢，伫迄时阵100年前就已经是用台语来吼，咱的即个讲即个各式各样的即个活动安尼。伫咱台南有一个真趣味的即个几个所在吼，头一个就是咱有一个叫做新闻斋吼，新闻斋的即个册局吼，伊的创办人是即个咱即摆现主是台南即个长老教会林宗正牧师的即个爸爸吼，叫做林赞豪先生。
吼。啊，伊呢，这个人嘛真趣味吼，伊有宣传，伊个有一个叫做五不主义，吼，什么叫五不主义？就是无爱穿日本衫，无爱讲日本话，无爱读日本册，无要改日本名，啊，伊家己嘛无要卖日本册。吼，这个是迄阵咱对台湾人一个精神的这个展现。所以咱台南嘛有真趣味的所在，可比讲有一个台南的这个武庙啦，吼，台南武庙，吼，这个地点呢是当时台南咱所有各种文化啊个反抗运动的这个发生的这个所在，吼，因为咱拄仔讲的这个甲人读报纸的这个团体，吼，啊个有研究会啊教民众用这个白话字，拢其实伫武庙这个所在，拢一直有咧活动吼，尤其咱这个蔡培慧先生认为讲，台湾人大部分拢咧讲台语，但是咱无官方的文字，敢若有教会咧用这个罗马字，啊，但是咱台湾人要吼，这个更较提升咱的文化，一定爱互所有的民众来学这个白话字吼，啊，所以讲若有这个文字，咱的这个学这个思想才会利便，啊，所以讲蔡先生嘛写过一本册叫做10项关键，10项的这个关键啦吼。啊，用这个白话字来介绍迄时阵上新的这个科学甲思想，尤其呢，蔡先生佫成立台湾白话字这个研究会，吼，总共有举办这个3届，吼，啊，一届呢拢2礼拜的时间，啊，每一届拢差不多将近100个参加，啊，尤其较特殊是啥物？这个内底呢，吼，有一半以上呢是咱这个女性的这个参加的人哦，所以讲其实这个本身讲台湾话这个运动，伫100几年前。台湾其实一个真普遍的一个现象啦，吼。尤其呢，伫即个咱台湾有即个台南的即个工会堂，吼，工会堂，就是即摆咱有一个叫做吴园即个艺文中心，吼。即个本地是一个好野人的即个因兜的即个会馆，吼。啊了呢，就是讲变做要去做即个工会堂安尼。啊，即个场地呢，定呢，吼。有办做者用台语的即个来讲话的即个活动，特别讲1926年的时阵，吼，咱这台南的前辈即个陈丰源，吼，韩石泉，吼，蔡培慧先生拢捌伫遮办过一个真重要的活动，叫做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吼，伫遮咧，吼，以即个主题来做演讲，吼，所以讲，我拄仔讲做这遮的活动，尤其伫台南举办的遮个活动，吼，因所用拢是台语。啊，为什么用台语？因为伊伫文化面顶要来对抗日本即个殖民政权的即个文化霸权，吼。啊，但是呢，因为1937年了后，因为即个中国甲日本伊的竞争吼开始愈来愈严重，所以讲日本的政府伫台湾就开始从推动一个叫做方面化即个政策。所以讲吼，虽然是安尼，但是咱即个台语犹原无消失，犹原呢，搁伫生活当中，吼。啊，但是100年前是大家拢习惯用台语。啊，为什么100年后，咱的台语煞变做一个渐渐已经无去的一个状态？吼，就是讲，我伫基层内底嘛，定定问一寡少年仔问讲，恁是戒严进前出事有人，吼，若是直接进前出事举手，吼，红举手，结果我发现一个真趣味的现象，就是讲呢，过去咱台语有即个吼打压的即个时代，但是迄时阵的人台语颠倒较好人较侪。啊，但是即摆无打压即个台语的政策，但是台语较好人数愈来愈少。吼，啊，其实这是一个真趣味的即个现象啦。啊，咱要安怎去看待即个现象？要去来解说，啊，要怎去甲咱渐渐已经无去台语出来。啊，比如讲用我本身即个例来讲吼，因为我是庄脚囡仔嘛，啊嘛是阿公阿嬷带大，因为就是老爸老母伊做事较无闲吼，所以讲阿公阿嬷来甲我带大汉。啊，所以讲咱厝内咧用拢是台语，啊，尤其较早吼，因为即个阿公阿嬷休困时间拢咧看电视，但是电视有台语的节目无侪啊，除了有迄个较早杨丽花歌戏，吼，也是讲什物中昼诶天天开心即种即个节目以外，主要拢是用即个华语。啊，所以变做我讲，变做讲爱即个兼做即个通译翻译即个角色，就是讲甲华语翻做台语吼，互咱的即个阿公阿嬷会当了解。所以对我来讲，我的即个台语是真自然，就是讲一个环境内底吼，安尼去学吼。啊，所以讲对照即马少年人咧讲台语，其实愈来愈少吼。啊，所以变做讲我尾也来参与即个政治的即个工作，所以。变做我感觉讲，其实这台语是一个，我拄仔讲一个反抗的精神的表现，就是表现这个台湾本土文化认同的一个真好的一个工具安尼啦。所以讲，目前咱台语呢，吼来讲政治，其实有拄着一个困难的这个处境，是我拄仔讲的
知影台语的人、会晓讲的人、听话的人愈来愈少啊。尤其呢，对于阮基进来讲，较一个困难的所在就是，要用台语甲一寡科学学术研究的内容吼，要讲较深入，其实用台语较困难。吼，可要讲有真侪名词，阮就真正无法度用台语来讲啦，因为那是国外即个相关的即个名词，所以讲对阮来讲有一寡困难的所在啦。吼，所以有时阵真正不得已会爱掺一寡即个华语伫内底啦。吼，所以这是即马台语伫台湾拄着一个状态安尼。啊，但是吼，其实台语拢一直无消息嘛。吼，但是由台语无消息即个物件，其实有一个真趣味的一个案例吼。我讲一个例就好，就是即个台语电影。啊，咱在座的前辈若有印象，其实咱有一段时间台语的电影片是真正真流行啦吼。啊，主要时间就是1970年代。吼，1970年代其实虽然讲1970年代进前，虽然讲咱即个台语有受到打压，但是国民党政府真无讲真积极啦吼，因为伊要甲即个外省人统治的即个阶层，甲咱本省人被统治的阶层做一个区别。啊，但拄好因即两个阶层用的即个语言无共，吼，一个嘛是华语，一个是台语，所以讲拄好会当即个配合，所以伊就无真积极来打压，甚至吼，伫1970年代进前是台语电影真流行的时期，可要讲1955年以后吼。即个1956年啦，有一出电影真出名，叫做即个四平贵甲王宝钏，吼，伊伫即个台北咧开始搬的时阵吼，敢若收入就超过迄阵120万台票吼，已经是即个伊的成本的即个3倍，是真趁钱吼。啊，就因为安尼，所以讲台语电影开始真侪人开始投入去资金吼，开始咧拍即个电影吼。啊，而且因为1950年代了后，其实因为战后吼。即个经济环境吼，小可有咧改善，所以讲有人吼会使较侪人会使有能力买票去入去电影院内底。啊，尤其迄时阵电影咧用的台语语言是台语。啊，虽然讲有一寡可要讲是对中国来，可要讲因叫做闽南语的即个电影片，也是讲厦门语的即个电影片。但是因为咱台湾本身咧用的即个台语的发音，大家听了会较算讲较亲切安尼啦，所以讲迄时阵真侪人拢咧看即台语的即个电影，甚至呢，有时阵咱即个台湾拍即个台语电影片，佫会外销去即个南洋的即个所在，啊，但是因为安尼，所以讲其实即个算讲台语照着即个形式，伫台湾的社会嘛受到真好的保存，尤其伫即个1962年的时阵，咱也有印象即个翁一峰，伊搬一部叫做《古井咪咪》。佮即个文下，即个台北之啊，其实拢足像的啊。所以讲台语片迄时阵曾经有一年即个拍120支的即个电影片，即个产量啦所以讲其实算讲伫1970年代可要讲伫美丽岛事件进前其实台湾的文化照着台语电影其实有真侪保留伫咱的即个较算讲较基层的即个所在。而且呢，就是讲，台语的保存嘛，照着遮个台语的电影片，其实对台湾人民咧用的语言来讲，是一个真好的一个保存的即个方式啊，但是1970年代了后，其实台语开始有一寡已经无去的状况来渐渐就消失的状况。其实这会使分两个即个层次来看啦首先，咱用即个经即个十几个其实是安尼啦就是讲1970年代了后，国民党政府伫联合国叫赶出去嘛因为因即个想讲美国啦啊其他的人想讲恁就毋是中国啊，恁这假扮的山寨版的所以讲因伫联合国拄着即种状况了后，伫国际面顶拄着危机无法度代表中国。佮加上因为即1970年代有真侪国家甲咱断交啦有一个敢若断交潮安尼啦所以讲因国民党的即个统治的即个正当性受到足大的质疑。迄阵就开始就想空想讲无咱来用即个台湾的即个少年人甲因抽入来国民党所以讲有一个迄阵叫做催台青的即个政策啦为着要加强对咱即个大多数即个本省人的统治，所以因国民党嘛开始做本土化。但是即个本土化，甲咱即马想的本土化无共款，伊个本土化是华语本土化，就是讲要甲台湾中国化就对。
吼，这是一个迄时阵的一个背景啦，吼。啊，个也是讲经济这个赞助来看，其实迄时阵台湾人要阶级翻身吼，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读册考大学，吼，这是真常常看到的一个方法。啊，另外一种就是乌手变头家啦，吼，乌手变头家，吼。啊，为什么是乌手变头家是一个翻身的这个方法？就是讲1970年代了后，虽然全世界拄着2摆这个石油危机。啊，所以讲，但是呢，等到互台湾伫即个国际即个生产分工的即个即个面顶拄着机会，所以咱真济即个订单对即个欧美拨过来亚洲即边就是讲西方国家拄着即个石油危机了后，所以因甲真济即个中央即个生产的即个工作刷去其他的即个地区啦，所以讲台湾迄阵开始做真济订单代工的即个代志。啊，欧美这边就敢若负责，就是掠这个头甲尾，就是负责这个开发这个营销安尼。所以伫台湾迄阵有真济这个基层的乌手开始变头家啊，另外一种是读册的人呢，因为定定迄阵较早台北的这个大学伊较济，所以讲真济人为着读大学，怎来到台北安尼，开始伫台北毕业了后咧做事但是为着要变做讲融入。即个台北的即个生活，所以渐渐开始就变做讲无咧讲台语，开始咧讲华语但是呢，即个乌手变头家即个阶层，因为伊的经济变得较好，较有钱所以讲我较有钱，我讲台语无差，我有钱你看我袂起，我无要紧所以讲变讲有两个即个阶层的即个族群的一定就开始改台语，变做讲改讲华语一种就继续讲台语即个文化即个继续讲台语的文化，即个基层即乌手变头家的遮的人，就是咱早期民进党的支持者主要拢是咱即个中小企业的即个头家啦但是呢，就是讲即个历史事件了后，中国发生即个事件了后呢，就是90年代开始中国的市场对即个全世界开放生产呢煞渐渐对台湾呢煞来去中国去，所以咱会记迄阵李登辉总统有3波的即个政策头一波是啥物呢？头一波就是讲开始讲莫啦，恁工厂莫刷去即个中国啦咱开放即个外国的劳工互恁用啦，安尼啦看安尼会使无但是呢效果敢若无讲介好了就是讲即个李总统就讲无咱莫去中国投资啦咱去即个东南亚去投资安尼啦其实效果嘛是有限啦，所以佫上尾咱的李总统就讲无咱就用借机用人啦阶级用忍安尼啦所以讲90年代了后，台湾的资本开始刷去国外去，尤其是刷去中国所以讲原本遮就是讲讲台语遮阶层遮中小企业主因为伊的经营较困难所以讲渐渐从即个会当阶级翻身的管道减一个，敢若剩读册所以讲为着增加即个翻身的管道所以国民党政府开始讲无安尼啦，我大学开较济间咧大家拢会使读大学所以变做安尼讲，渐渐大家讲读大学了后，就咱拄仔讲的，真侪人读大学来了台北开始即做事开始变做讲无要讲台语，因为讲台语对伊的即个找头路，啥物拢无啥物帮助嘛，颠倒会去互歧视嘛。讲讲台语真路即个无水准无文化，因为台北真侪即个算讲是外省人的即个族群真侪啦所以讲变做讲渐渐伫语言的即个使用面顶呢就真侪人开始就以即个华语为主啦台语怎变做渐渐消失去所以讲原本遮的即个中小企业虽然拢讲台语但是因为伊的经济较好社会地位较有，所以讲还好啦但是90年代以后，遮资本家拢变做去中国去所以慢慢伫即个经济环境变去了后呢，咱免到即摆咱讲台语的阶层怎愈来愈少。这是一个基本，另外一个伫从文化、心理的即个赞助来看，就是安尼，就是讲，咱有一个叫做学术面顶叫做后殖民、后殖民的即个问题啦这是甚物款的问题？就是讲过去咱国民党咧打压台语的即个政策，伊所留落来即个算讲即个毒啦遗毒啦拢佫藏伫咱真侪人的即个心中啦所以讲变做互人
讲啊，你讲台语感觉真假咯，讲台语感觉真无水准，感觉真即、个啊，真怂哦，即、个印象啦吼。所以讲，咱虽然讲已经是改严啊，吼嘛无即、个台语的打压的即个政策，但是讲咱因为国民党洗脑的教育已经几落十年来，咱普遍一般人的内心里面内心当中会想讲，讲台语敢若无讲介好吼，无讲真有文化，所以讲慢慢。吼，就拢大家拢较无咧讲台语啦吼，尤其吼咱较早即个民间吼，捌有一段时间要求即个吼政党吼，啊个军人吼，啊个即个政府爱退出去即个媒体经营了后呢，吼，所以遮国民党才统治该战，所以变做讲真大量诶转入去咱即马台湾诶媒体，吼，咱会记较早吼，即看电视无几台嘛，敢若台视、中视、华视吼，啊了后开放即个第四台啦吼。虽然讲第四台是讲第四台，但是百几台啦吼，啊真济即个新闻台，啊遮过去国民党即个统治该战转入去媒体内底，啊所以因就讲对看近台语即种文化即种歧视吼，就透过即个媒体电视吼，继续来洗脑咱大家。所以咱印象讲过去，咱咧看电视一寡算讲即个综艺节目吼，面顶啊，看要讲大 S 小 S 即种，因着真侪即种笑亏的即个角色吼，拢是用台语来表现啦。所以讲，慢慢就是讲，伊透过媒体来继续即种吼，讲，互大家感觉讲台语真假咯，即种印象。比如讲，咱较早我做囡仔的时阵啦吼，有时阵坐一辆车出去佚佗啊，一辆车面顶拢有放放迄录影带嘛，啊看电视看拢是看诸葛亮的歌听笑安尼啦。啊，但是因为伊的迄个形象吼，啊，因为算讲较笑亏吼，啊时阵算讲咱讲咧讲啊，较土性啦吼，啊讲话较粗，啊伊用台语来表现，变做讲渐渐即种诶印象就留喺所有普遍人诶心中，所以讲讲台语即件代志，就变做讲大家讲啊，我莫讲台语，感觉啊真害安尼吼，所以讲咱中咧长期落来，变成讲台语甲即马有一个用要消失诶即个状况安尼啦吼，即是说阮对算讲伫8年前日本时代吼，一直到即马吼，即个即段较长的时间一个观察。啊，面对即个状况，咱台湾基层有啥物款的即个努力甲拍拼吼？啊，其实讲一直以来，即个咱一般吼，一般的人对台湾基层有真侪误解啦吼。是安怎讲呢？因为咱有一个，算讲咱有两项武器啦吼，算讲双台啦吼，两个炮台啦，因为阮就是一个是台独，啊一个是台语。啊，所以讲过去国民党吼，即个统治阶级对台语吼，啊对迄个台独的即个抹黑，变做讲阮台湾基层拢爱去盖瓜承受安尼啦。所以讲，面对即个状况吼，其实阮伫较早伫台北咧开记者会的时阵吼，其实感觉足心酸的啦。为虾米？因为吼讲台语，啊，遮记者少年的拢听无。啊，所以讲要上媒体真困难。咱即摆开记者会咧讲台语，啊，记者听无，就说甲迄摄影机全关起来。啊，无就是讲，伊听阮这记者会吼来发表阮的声明了后，啊，伊听无怎啊黑白写，啊，无就三咧乱写安尼啦。所以对阮来讲，其实是真痛苦一件代志。所以，阮较早深出来时阵，其实无啥物新闻，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啦吼。啊，另外，阮渐渐有一寡网络的声量了后，阮想要去电视的一寡迄个公正治啊的即个节目啊，但是咱去阵节目拢讲，拜托你会使莫讲台语无安尼，因为讲台语毋听无吼，啊，就变做讲就无啥物观众咧听啊，因为因爱做迄个广告的即个收入嘛，啊，无人看广告就无人买安尼，所以变成讲面对即种记者也好，也是讲即个媒体也好，其实。对阮讲台语即个坚持，其实是一个算讲真不利的一个环境。啊，但是安尼，阮敢要继续讲台语嘛？台湾其实面对即个状况，啊，感觉讲真正要放弃讲台语即件代志，因为这基本上环境内底是真无友善啦吼。但是对阮来讲，我拄仔讲台语的即个使用，其实阮是继承对8年前咱的前辈吼即个反抗的精神，啊，面对即马即个现实的即个政治的环境，尤其是国民党即马搁伫台湾游玩呢，伫遮咧乱，伫遮咧互台湾咧抽后骹即个状况之下，阮基本上阮使用语言，即代表是一种反抗的精神。啊，而且另外一个趣味的现象就是讲，其实民进党内底讲
语的人嘛，愈来愈这个状况，尤其吼，即摆少年人、新的人，台湾的这个因讲啊，咱要做台湾新的政治内底这个人，其实嘛敢台湾基层咧讲台语尔啦吼，所以讲用台语来进行这个现实政治状况这个批判，其实对台湾基层来讲，阮是要唤醒吼，唤醒这较早咱台湾这个东华这个精神，尤其咱吼。算讲较实际是讲，咱即摆若咧，可要讲咱咧骂国民党，也是讲咧骂政府，其实用华语咧骂真正是听起来是无啥物力、无难无呢安尼啦。其实用台语来讲，真其实批判即个即个力道吼，即个力道是非常的强的。所以讲用台语对阮来讲是一个，算讲伫基层内底人是一个应该爱学习的基本的一个能力安尼啦。所以讲台湾的状况，因为即摆无啥物当局即个体制已经消失，但是遮过去遮统治遮心态吼，犹原伫其他即个所在吼表现出来。而且吼，过去咱的长辈吼，是讲真济咱的民众，因为互统治的时间真长，所以内心吼嘛无讲随改变。因为咱毋是讲1987年吼几月几号明仔载开始，咱要改验吼。几人讲咯大家拢做民主做自由的吼，内心拢无啥物迄落过去咱即个国民党甲咱统治吼，咱家己会惊吓即种心情，是讲咱家己来束缚家己遮个心情，无可能讲一工讲几人讲拢随拢改变无，因为民主甲自由吼是需要学习的吼过去吼，我听过一个最趣味的案例，就是讲有人吼。咧，算讲伫大学咧做迄个动物的即个研究啦吼，伊用高山做即个实验啦吼，就是逐工拢甲安排时间，几点高山爱起床，几点高山爱食物件，几点爱创啥，来研究伊针对即个时间的即个感受有啥物款的即个变化，因为即个做研究人，因为伊博士读了要毕业高山想讲。无咱吼，感谢你过去即几年的对我这研究的贡献吼。即摆我毕业高山你吼，放你自由吼，你使重新去过你家己的生活。但是结果高山讲要甲放出去时阵，伊竟然真歹呢，想讲你若无互我物件食，你若无互我安怎，伊袂习惯啦。所以即个人就体会着讲，原来自由甚至是民主这件代志是需要学习的。毋是讲我即刚才讲好好讲情讲点来大家拢自由咱个拢真厉害，真有水准的公民无即种爱学习的。所以讲台语即件代志嘛是共款，对基层来讲呢，用台语是一种算讲是用文化表现来做的即个斗争了。因为咱台湾基层伫台湾是面对着两个中国，一个是对岸的中国。一个是倒来，咱看袂到中国文化即个思维，所以讲对台湾基层来讲是算讲内外夹击啦吼，外口内底拢有中国的即个威胁存在安尼啦。尤其是咱即个文化因为咱看袂到，所以讲要做文化的对抗是非常困难的，必须呢爱用转型正义来处理啦。但是咱的即个国家的体制一直拢无法度。真正实现即个转型正义的即个应该做的物件所以讲咱一般人比如讲愈少年人，咱的内心的即个认知一直无法度改变。嘛有人讲即个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所以讲咱有真济族群，有真济语言，嘛有外口世界有真济国家甲咱共款，有真济的即个案例会当来参考。但是迄是因的讲法，对阮台湾基层来讲，咱主张台语的即个即个福祉其实毋是多元的即个观念，是甲正义有关系。因为这本地就我拄即个讲的例共款100年前，台语就是咱台湾岛上真侪人原本咧用的语言，但是国民党来了台湾了后，所用国家的体制甲遮个语言呢用即个强迫的方式，算讲甲咱治家长安尼啦。所以讲，其实对阮台湾基层来讲，台语的即个福祉，其实毋是多元毋是尊重多元文化，是一件转型正义的代志，这是应该爱做的代志，袂使即观念面顶是袂使去甲算讲污毋对安尼。这是阮对即个用台语的即个看法伫即个观念来讲，台湾基层呢，针对即个观念，阮对台语的政策，阮有做过啥物款的即个努力呢？我遮过去我有整理着咱伫立法院所即个策动推动的即个相关的法案啦
可比讲咱今立法院用一个就是讲会当统一的这个制度吼，因为咱进前立法院有通过一个国家语言的发展法，吼，所以讲阮希望讲立法院会当来试办吼，会当用统一的吼，而且呢包含这个华语吼、台语吼、客语、手语嘛会使，还有咱16种的这个原住民的语言。伊是拢应该这个方式，因为尊重咱的母语嘛吼，用咱的母语来做即事，是真正常的代志。你只要立法委员你若有需求，你会使提出申请吼。所以讲，我希望会当安尼做，但是因为旧年有一个新闻吼，就是咱譬如咧即阵国防部长的时阵受到一寡这个误解吼，我想大家应该加减看这个新闻吼。但是虽然讲有拄着一寡阻碍，但是阮会继续来拍拼吼。另外，对政府即个语言的政策，我嘛捌提过一寡建议哈。可比讲，咱伫即个幼稚园会使开始建立即全部的即个母语的即个基本教育啦吼。因为一个语言若要恢复，要争取官方的地位以外，上重要就是爱建立互囡仔对家庭开始到学校拢会当使用本土语言的即个环境真重要。所以台湾目前即个本土语言教育，其实是甲本土语言当作是第二位的即个语言的即个教育啦因为实际上咱即马伫台湾学校面顶咧用的拢是即个华语啦所以讲其实要恢复即个台语，其实是效果有限啦所以真正即个本土语言的教育应该是要有即个本土语言的学校，对幼稚园开始开始慢慢变做国校嘛是会使用母语来做教育，国中、高中、大学安尼。所以讲咱旧年有看到一个真互人感觉真安慰的新闻，就是讲咱即个师范大学，就是我较早读的即个师范大学，已经有台湾台文系教授，伊讲我即马全部你要修我的课会使，但是我要用台语来讲课，你若会当接受，你就来你就来即个选课。而且学校嘛支持，学校讲，用台语来教课的这个老师，咱有互伊奖励，嘛有是一个这个奖金，拢会使提供。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真好的这个现象，代表讲台湾伫这个台语的这个推动面顶，其实有更较进步这是咱所来台湾基金咧推动的第二项，阮所主张就是讲，高等教育一定爱有本土语言的这个这个教学，嘛有这相关的这个。老师的这个培养啦，因为长期以来咱这个本土语言内底真欠缺，就是专业的这个老师真欠缺，就是讲会当学习本土语言的一寡诱因啦，所以这是咱即马本土语言教育一个真大的困境，尤其高等教育其实更加是更较严重。所以我拄仔讲是讲，我家己本身咧讲政治的时阵有真济国外的名词，是讲现代政治学的这个名词，其实我常找无台语会当用的这个名词，所以讲是讲华语伊面对国外遮的这个新的名词，伊就有统一出来，翻译的这个名词出来，所以伊对时代对会着阵。但是台语因为过去打压的关系，渐渐无人关心，比如讲即块无人来做的时阵，其实想要使用的人，其实嘛小可感觉有一寡困难所以讲，阮坚持讲高等教育的这个部分，应该嘛要有本土语言的相关的这个师资啦还有遮这个课程安尼啦所以讲这是其中一个另外，阮阁希望讲，伫台湾应该爱成立专门的机构来做台语复振的这个工课啦，因为咱可比讲客语是讲原住民语拢有即个相关的委员会咧做相关的计划，但是台语咱无类似的即个官方的即个专门的即个机构，所以讲其实台语的即个处境其实是更较危险的是更较危险的，所以这个代志应该是爱即个整个专体来规划，毋是讲干一个部门，可比讲教育部还是啥物文化部来负责，毋是，这是一个全部所有的即个部门拢爱来共同推动的一项工作。可比讲，咱爱增加即个台语的即个地号名可比咱即个有咧开车人知即个路牌地号名，会使增加用台语用罗马字是啥物其他的即个方式也是讲即个相关其他拢应该要。算讲大家做伙伫咱的即个生活当中，会当增加台语的使用安尼。
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吼，因为过去咱民进党的政府捌设一个政策叫做2030双语国家，啊，但是伊的双语其实是一个英语的其中一个是英语的概念啊，另外一个是华语安尼啦。但是阮台湾其实认为讲2030年台湾语言的政策真正爱做了真正好的完整的内容，其实应该是国际啊，佮本土拢爱并重着对，国际本土拢真重要，是咱爱透过福建台语台湾咱本身内底空中的DNA 啊，佮空中比如讲免疫系统就是讲遮会当佮较活泼起来尤其是本土语言应该是爱更加来更加来恢复啦。所以讲，阮感觉讲，其实基本上是安尼，语言的政策就是爱本土甲国际拢真重要，爱共同来进前。第二就是讲本土的学习环境做，第三是讲咱爱较紧的来成立国家语言的发展中心，毋是讲原住民委员会就讲咱来推动咱原住民的语言，客委会就讲咱推动客语的语言，其实应该是一个专职的机构来推动国家所有的语言安尼啦。所以讲，咱感觉讲本土语言，尤其是台语是一个算讲是台湾本身一个文化真重要的表现。但是因为过去国民党呢，伊用压迫的华语的政策台湾人习惯用华语来做思考啦，用华语来接受外来的消息啦。所以讲，其实有一个算讲一个后遗症，就是讲算讲中国用文化来对台湾做统战的时阵，其实是更较简单。所以咱即摆看出一个少年国校的学生。高中的学生、高中生，其实拢咧用中国的一寡迄个 app 啊，什么抖音啊，小红册、小红书啊，看中国做的电影啦、电视剧啦、连续剧啦、卡通遮啦，其实这种是真正是中国用这种华语真利便的方式来做文化的渗透。所以讲对台湾来讲，其实是非常危险，尤其是少年世代掌握到本土语言能力其实是真弱的啦，所以因对抗中国文化的统战，其实是无啥物免疫力安尼。所以讲，这是阮过去台湾基进伫本土的教育面顶呢，所拍拼的物件呢，是。诶你继续讲啊，无问题。好，感看有问题吼，无问题。我用错一条，嘿。无问题，你继续讲，嘿。好，嘿，其实嘛差不多啦，嘿，差不多是安尼，是。安尼是毋是咱即摆会当来开放，互大家来问问题，好无？我感觉你安尼讲的这层面不止看啦，嘿。像讲你也讲到按这个经济你较早拢无想到就是讲台湾人要翻身，就是爱一部分就是讲乌手变乌手变头家可是乌手变头家，佮走去中国大陆投资了中国投资了煞这台语的这个说咱怎愈来愈无去另外一个就是讲爱读册高等教育来翻身，翻身的结果就是变华语去。像这个论述我感觉讲不止深入啦咱单位遐有举手先来讲好无是。佮有一位叫做云，佮有叫做一个云嘛举手我想我首先讲OK。多谢真多谢对我来讲是足有启示性的讲话甲资料第一我要来回应这个文安先生讲咱对台语安怎失去甲安怎恢复这个方面我足赞成你讲的讲咱台语失去第一就是因为咱台湾人入去中国话的体制内面是教育内面这是世界普遍的现象啦比如讲伫 Mexico 一个所在，为清东的语言政府强迫你爱
囡仔爱入去学校读西班牙语，啊，就无几十工来就拢无去啊，吼。是啊，第二，即个学手变头家即个因素，我以前无考虑着，我感觉足有道理，吼。是啊，第三就是我认为，即个台语继续失去的吼，即摆占足大因素有两个，第一就是是咱台湾人家己的后殖民的心态，对吼，已经变做像迄只狗安尼啊，吼。对对，啊，要放你走，你家己佫毋走，讲啊，你哪会无佫吼，嘿无佫对我好安尼。啊，是第四，即摆是最近较新的因素，我这较清楚啦吼，就是你拄则讲的，讲少年人吼受到中国语言文化统战的影响足大，吼，对这是一个新兴的势力，咱袂当忽视。对啊，较正面对台语即个恢复有帮助的吼。啊，我想可能你也有赞成啊。因为台商最近规档台资回流，即个对台语，我想是有帮助啦。因为咱台湾的经济语言吼，会渐渐会恢复，会较即个华语的压力会较少去吼。经济语言方面会较恢复啦吼。啊，第二就是即个咱对中国的反感。我想这对台语真要紧。是。啊，我的问题就是吼，有两个啦。第一，咱即摆讲看少年人啊，真济吼，因对台语无注重，啊，袂晓讲吼，啊是无认同，迄我毋知因素足济啦吼。但是因家己认为讲因是台湾人，吼，咱会使讲台湾认同啦吼。啊，我定袂当了解，就是讲，即个台湾认同的共方面无注重台湾语言，即个关系是安怎？吼，这我分析了，我读下来足无啥，可能明眼兄会当吼来甲咱说明一下，吼。是。啊，第二吼，就是咱政府即摆有一个足大的政策，就是讲，啊，这外国啊，有一个压力啦，讲咱台湾要变做华语发展、世界华语发展的中心啦。是。哦，像讲哈佛台语中心刷来台湾啦，种种吼。啊，美国要派学生来台湾学华语，种种吼。是。对这项代志，你的看法毋知喏？是。所以，多谢你。多谢多谢陈伟先生啊，我是先回答还是迄个？我先回答好啊，我惊我还袂记哩。其实吼，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吼，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吼，就是讲，基本上吼，伫现主是台湾即个算讲用华语学习中心吼，伊即个政策其实是一个暂时对抗中国的一个方法啦。因为过去吼，毋但是干中国用即个华语学习的即个方法来侵入去台湾做文化的统战以外，其实伊伫世界各国拢是共款，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因一个叫做孔子学院，吼，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用文化来做包装，但实际上要来做情报的收集，也是讲文化的统战，吼，世界的各国的人对中国的即个观感变较好。啊，所以讲，其实伫即个对中国对抗的即个战术来看，其实就是算我感觉是一个权宜之计啦，吼，权宜之计。啊，但是讲基本上对台湾本身来讲，咱先莫讲转型正义的即个做到遮尔确实的即个程度吼，其实咱会使建议政府吼，其实真侪伫我的观察啦吼。其实台湾真侪，我捌接触过的外国人吼，有美国的、加拿大还是讲欧洲的，其实台语讲甲写叫的人足侪哦，真侪哦，因为因来了后，刚刚讲观察因来台湾之前，感觉讲华语是台湾的即个使用的语言，但是因来了后，发觉其实毋是即件代志，因为因伫市啊，因伫街路吼，伫路呢吼，真侪拄着长辈的人，其实讲毋是华语呢，所以有人有兴趣会来学。所以其实阮是有讲有机会是要来建议即摆的政府是毋是讲，咱伫台湾
伫国外要用文化来做甲各国的即个外交关系做更较进一步的即个工具的时阵，是毋是伫语言即个部分，除了华语以外，是毋是会当增加其他，可比讲台语，还是讲客语，还是讲咱原住民语？其实我感觉我捌接触过，因为我较早做学术研究的工课，真侪接触到国外的学者。其实因来台湾了，发现讲，咱的即个台语的文化嘛，真正真优美，对客语嘛，感觉讲，即嘛是真深色的一个物件，尤其即个对台湾的即个原住民因真侪族嘛文化拢无啥共款，所以其实因拢做有兴趣的。可只是讲较可惜，咱的即个文化外交部，也是讲文化部咧推动相关的工作阵，其实可能即个物件老交去啊，所以咱有必要来甲做提醒啦。这是我一个看法安尼。头一个问题就是讲，少年虽然讲对台湾有即个认同存在，为什么拢较袂爱学台语？即个现象，我想要替这少年讲小可解说一下啦。其实讲，无关心台语，无要学的少年有，但是呢，渐渐开始对台语有兴趣的，甚至讲，伊伫选大学的时阵，优先要来选台湾台文系的学生嘛，愈来愈侪。尤其阮伫台南有捌开即个台语文的即个学习的即个算讲学习班啦其实来报名的其实学生真侪少年人嘛是有，就教因着发音啦罗马字安尼，其实渐渐较侪。所以讲，这是阮台湾其实是安尼啦，就是讲阮一开始，因为咱知影讲台语较无人会插来，所以咱就尽量包装用少年会当理解的方式，就是讲是识即个物件，就是用华语来讲是讲，互因感觉讲台语是一个足流行、真 fashion 很潮即个概念，就是讲我会晓，你袂晓，所以讲较早片尾就是担任着即个角色，伊讲伊伫即个电视面顶、伫节目面顶，拢一直咧用台语咧讲政治，因为伊诶表现诶方式较轻松，有人感觉讲较笑亏，拢有啦，但是这种少年感觉着讲，讲台语敢若毋是甲我印象中其实有落差有差真济。其实台语嘛袂歹台语会使表达真济诶物件，毋是讲就是讲像我较早接受到即个观念共款。其实所以伊慢慢伊诶观念开始咧改变，即嘛是即马台湾现主是伫少年世代有小可咧改变一个状况。即嘛是阮台湾其实慢慢继续拍拼诶所在，因为台语诶即个物件其实是真重要。后一代少年囡仔若无讲，佮无讲真正就无啊。嘿，我是安尼看法啦，毋知讲咱陈荣先生毋知陈大哥会迄个嘿，多谢，是，嘿，谢谢，嘿。好，来，咱即摆有要发问的人你会当请举手有叫做魂，有举手。是。安尼有听到有，无？请讲。多谢讲者，多谢大家。我想要请教的问题就是。拄好我家己就是大学生伫你的伫基前也是伫你的过程，就是推广台语的过程，有拄着啥物困难？因为我本地开始学台语了后，开始写台文了后，有差不多2个月至3个月，心满拢是全台语全台文。落尾我的同学，我身躯边的人拢。至少超过10摆讲，请跟我说国语。就是迄9摆其实搁伫诶，就是。搁伫咧，嘿。搁有因着像你讲，你是台语霸权，就是凭啥物？古老沙文主义。对。是。因着讲凭啥物闽南语会当做台语？是。外省人就毋是人呢。我的母语就是北京官话，你是要安怎？就是面对这个状况的话，你是安怎处理？因为我已经放弃，就是我对外口的好，我就说，我就讲华语，我就写华文讲华语，就想要讲台语，其实无这个环境我挡袂牢。了解，多谢即个咱的即个分即个问题啦其实我是想讲，咱小可我的感想是安尼啦，咱
回想咱过去吼，差不多讲100年前咱台湾岛屿遮咱的先民啦吼，其实因最近公共电视有真侪真好的这个连续剧，比如讲这个斯卡罗吼，还是讲这个茶金吼茶金，其实咱会发觉讲，伫迄个时代，一个人其实会晓做侪语言的。吼，因为伊这个伊生活的需要，比如讲伊做生理，也是讲伊的环境就是安尼，所以讲伊可能伊会晓讲台语，啊，迄阵可能叫做闽南话啦，吼，福建话安尼吼，啊，嘛晓讲客语，甚至会晓讲迄个咱的真侪原住民北部族的这个语言，吼，其实啊有会晓讲，有会晓讲外国语言，比如讲伊有拄着法国的人吼，英国的人，其实因是一个算讲真。多元的一个语言的一个状况，其实对台湾本身来讲应该是安尼，所以讲咱咧学的时阵，阮即摆有，阮即摆袂讲啊，你拢甲我讲台语，其实阮是安尼，讲啊，你的母语若是台语，啊，咱就甲你讲台语，啊，你若是华语，咱就甲你讲华语，啊，你若是客人，啊，歹势我袂晓讲，啊，无你教我教，我会认真学，互你教我教，安尼，啊，所以讲咱伫基层内底，比如讲咱有。迄个咱拄啊，甲梁公先生有拄啊讲着，咱较早台南基层遮有一个叫做小黑，一个查囡仔，伊是台中当时的客人，所以伊袂啥会晓讲台语，但是伊客话讲了真好，啊，所以讲咱嘛是会对遐学客话，吼，啊，搁咱高雄东部一个叫做张博洋、张小博的吼，前几年啊有咧北韩主要一个北韩驻军主其中一个，伊嘛是屏东的客人，所以。伊客话讲了真好，但是伊的台语嘛讲了真好，因为伊是安尼，因为伊想讲我的生活环境我有需要，所以我来学，所以伊拄着讲台语的朋友就讲台语，啊拄着讲客话乡亲就讲客话，吼，阮是安尼来看待，啊你若是原住民嘛，无要紧你甲咱教，因为这拢是咱是平等生活伫台湾即个岛屿面顶，啊其实这是原在大家伫咧用的语言。所以讲，阮袂晓你教我教，啊，你袂晓我教你教，吼，咱就用一个互相即个交流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讲，阮是安尼看待即个物件啦，吼，所以阮就较同互人讲，我爱台湾这一定爱母语，敢若是会当台语，吼，无啦，其实拢会使安尼啦，嘿，啊，另外是讲为虾米用台语毋是叫做闽南语安尼嘛，吼，我看法是安尼啦，嘿，因为吼。算讲第一个赞处伫文化来讲是安尼，就是讲，因为你若讲闽南语，就变做是中国一种心态。伊讲啊，恁这就是叫做方言，哦，你是咱这个。我想要问的代志，其实我知影两个无共，毋过就是我若互别人抢的时阵，我其实就是。互迄种讲我的母语是北京官话的人，我毋知要安怎，就是面对。了解，我对我来讲是讲，你是北京官话，我就甲你讲北京话。你若是原住民，我袂晓，歹势你甲我教，吼，客话我袂晓，你歹势甲我教，是安尼。我是安尼来，因为语言的问题，吼，常常拢会变做情绪面顶的问题啦。啊，但是咱即摆的目标就是讲，咱要互即个咱的母语会当慢慢恢复，所以遮个物件会变做讲，我感觉是讲，莫变做一个算讲冤家一个重点。重点是讲，咱家己的母语会当慢慢恢复。因为我本身是安尼，我大个虽然我是即摆住台南，但是我囡仔时代吼是伫即个中华诶。永靖这个所在吼，啊，阮迄个所在是安那，就是讲，阮迄个庄仔头，其实阮是客人，但是阮周围拢是福建人，吼，所以讲，我会去阮阿公吼，是阮阿祖的时阵，就是伊可能客话听有，但是伊袂晓讲啊，但是伊佫较早是厝内底讲客话，比如讲台语，吼，啊，所以伊是迄个双声道。但是渐渐，阮就因为阮的教育关系，所以讲，阮就袂晓讲，连听拢袂晓听。所以我即摆嘛是渐渐想讲，我是毋是会当恢复着阮较早，较早阮会当双声道的即个能力安尼啦。所以讲，我是安尼来看啦。减少遮个迄个摩擦的即个产生啦，安尼毕竟对即个母语的即个恢复是帮助较少啦。我是安尼看。
嘿，啊你嘛辛苦啊，因为真正当着即种阮伫迄个开咧上课，即嘛真正拄着大学生拢是安尼啊，那真正要学台语啊，都找无人讲啊，无要紧，啊咱就来找有共同的即个吼语言的人，咱就来练习安尼啦。嘿啊，是啊，来，搁请教者，就是嘿，请讲就是互迄种捌讲讲话的人讲台语，就是闽南语。我知影，我家己是知影两个绝对是有差，就是但是对学校现场啊是开课开出来就是开课开出来的课名拢是闽南语啊。阮同学就讲，你凭啥物讲你讲的语言就是台语？了解，其实是安尼，伊若是即个参数来看，我感觉因为咱身为伫台湾岛屿面顶生活的即个吼，即个台湾人吼，其实以现代意义来讲，台湾人其实已经有足侪族群伫面顶啦吼，所以其实是讲咱即马讲的台语，其实是广义来讲，其实是包含着其他，可比讲咱拄仔讲的客语。啊，是讲即个原住民语，其实拢是包含台湾的语言即个概念，所以台湾语言的概念是伫即个较面顶的所在下面出来是无共的族群安尼，所以咱立法院咱咧推动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其实毋是干那讲台语尔，毋是讲干台语啦，啊，嘛有足侪其他语言安尼，因为咱这岛屿2300万人其实有无共的族群安尼，啊，咱嘛毋是讲啊，拢莫讲华语，嘛是恁的语言。因为恁可能恁厝自细汉就是拢讲这，但是咱就互相尊重，毋是讲较早讲拢袂使，甲咱讲华语，所以拢毋是无，咱即摆已经慢慢学习讲，咱会当来平等来就互相安尼来谅解包容咱彼此的即个所使用即个母语安尼啦。我是感觉即个观念需要去解说，嘛需要去推广，互人较侪人了解安尼。你会使做即个角色，你若感觉心肝头袂硬叫，袂伫迄个掠讲心讲火倒的时阵，你会使甲，你会使甲解说。是吼，就是迄个魂的问题。咱即摆举手的人愈来愈侪吼，所以迄个名言遐，我敢会当拜托吼，你摕笔吼，甲因的问题记起来，因为因即摆有3个人举手，我想互因3个人拢甲问题讲出来，你做伙回答。所以请你摕笔来记吼。第一是贵人节。是。贵人，你拍开你的麦克。未来的议员你好吼。拄仔你的分析吼，咧回答分也是单位老师吼，拢足客观的，我感觉真包容性吼。咱因为台湾即摆经济已经到一个阶站啊吼，所以提升文化就是咱即摆爱所做的上重要的问题。即个语言文化第一的重要性就是语言，语言就是文化。你若无语言，文化拢免讲。文化会搁分足侪种安尼。即摆吼，就是讲，我咧问的问题就是讲，怎样咱即摆教育部白话字无要用，要坚持用即摆的教育部应该伫发展出来即个叫做拼音方式吼。若是讲这是第一点吼，第二点就是讲，因坚持要用即个足歹写的汉字来斗即个字吼，是毋是讲如果加教育部的编才的人才，若是即个老派的人，是毋是将来咱有甲伊换掉？咱会当用一个，因为的汉字迄是足歹学的汉字结果就好要学台语人讲迄台语敢若足困难的，比咧看华文搁较困难，就变成有迄种的心态。这个就是教育部的问题，是毋是讲咱即个老派的思想，咱着爱当来甲伊弃旧换新安尼？这就是我提出的问题，是毋是讲将来基进党会当扮演即个角色来换掉遮个编才的人，互要学的人较轻松较好用的。是。就是拄仔咧讲一个，我有一个经验吼，就是讲，我拄着我去摕药的时阵，
我就讲我咧讲台语，伊拢无甲我应。结果伊家己讲，结果隔壁诶人就甲我讲，伊毋是咱遮诶人啦。我讲啊，无是倒位诶人。啊，结果伊就亲自甲我讲，我是番仔啦。我讲你哪会当讲你是番仔？你爱讲我是原住民，啊，你是倒一族诶？伊讲我是阿美族，啊，你着爱讲我是原住民阿美族诶啊！你为什物要讲你番仔？就是讲即马已经台湾已经被市民到吼，家己嘛毋知影讲伊是人啊，伊抑阁是狗诶，即个心态。啊，这毋是原住民诶，尔，是咱汉人，大部分拢有即个问题。好，安尼以前我阁交互别人迄落吼。就是啊，即马佫举手诶有住伫澳大外诶潘美丽。OK，王先生，你讲了真完全啊吼，所以真感谢，真感谢。啊，我老实甲你讲，你诶即个 program 整个吼，我诶迄个声音一直断去啦，所以可能我有一寡无听着。Anyway，你头拄仔咧讲迄落台语吼，有一寡名词吼，尤其科技名词、新名词拢无够吼，这是所有诶语言碰到诶问题啦。像 Israel 吼，以色列即个 Hebrew 因恢复即个遮尔古早诶语言来做因诶国语吼，因即马到即马为止还阁定定咧发明新诶名词，所以这无要紧，这是真正常诶迄落现象啦。啊，讲到这个华英双语政策吼，迄天我有看到新闻咧写讲要来加拿大取经啦吼，讲要来问讲咱加拿大是英法嘛吼，英语甲法语诶即个双语政策，但是台湾哦，伊即个有迄个有谬误啦，有盲点啦。咱加拿大用诶两种语言是两种诶本土诶语言，伊无去用外口诶语言做家己诶国语嘛吼。所以我是感觉讲，是毋是爱甲伊争取讲，台华吼语言来做双语政策，啊英语加强啦。我真赞成英语加强啦吼。但是你讲用外国话，即两项拢外国话嘛，华语甲英语拢是外国话嘛。咱用两个外国话来咧做国语吼，啊你要来加拿大取经吼。你都爱知影加拿大诶，迄个取经，迄个根本都是用本土诶语言啦，无用外国诶语言啦，吼。是啦，吼，佫一项代志吼，即个台湾人吼，主要就是拢洗脑成功啊啦，所以国民党即个5、60年诶打压吼，真成功，伊用公权力难吼来打压咱台语吼，我希望讲吼，即摆政府爱用公权力吼来恢复即个台语啦。所以即个政策看要安怎，咱都是爱好好去讨论啦吼。所以要讲个就是伊甲咱拍死啊，咱嘛是都爱，伊都爱来甲咱有责任来恢复啦。所以希望讲即个代志会当甲伊争取安尼啦。了解。嘿啦。是。嘿啊，真美真歹势，我今仔日即个 system， 我诶 system 今仔日真歹啦，拢无啥一直断去。多谢。咱即马佫有一位吼，我相信伊苏轼可能是住伫 Toronto， 苏轼诶先生詹先生，请你开麦克讲话，问你诶问题。多谢吼，你讲了足精彩吼，我有足大诶同感，尤其是你讲起迄个行路吼，去迄个我逐摆就选举，我去行路，安尼拢讲大话好逐个到尾然后拢会甲我讲吼，有啥问题拢会甲我问，我真欢喜吼。虽然讲我已经80岁啊，即摆伊就是讲，即个台湾话是足重要对啊，咱若要讲有咱一个国家吼，要有成一个国家，即个咱的语言即个足重要即我只咧讲是即个地欧是讲即个冰岛来讲迄
才35万人尔，但是伊有家己伊的语言呐，挪威嘛是共款吼，所以讲，迄拢相差不偌济，但是因就是。迄有相差一丝啦，但是因就坚持讲这是我的语言。所以咱台湾啊，若讲对即摆，因为台湾即摆的政治即摆吼，人国际上即摆慢慢看到咱吼，看到咱的是咱即摆用咱的声音来发出，会尽量用台湾话讲华语，华语阵头拄即个小姐吼，迄个做伫澳大利来，都是讲。咱用台湾吼，建议台湾的政府用台湾话做本，这台湾话是，嘛是又包括讲吼，比如讲伫这个啥物原住民遐吼，遐会是因讲伊本国的话吼，这个客人的是所谓的是讲袂当讲这等于说会当中必修考得着，本来的。这个河洛人吼，讲咱这台湾人这个这变到较做官方的语言哦，这是我的想法。佫另外一点就是讲吼，关于头拄有一个迄个查某囡仔吼，伊讲伊大学生吼，迄个问题，大家互相迄个，我讲吼，我则讲伫阮多伦多，你看我伫遮伫参加迄个叫做主语言吼。这是拢总为67种的语言，所以讲，大家会当学较足济吼。像讲我孙啊，我拄开始拄生囝，我就家己教，教我到尾家己会晓5种的语言，这就是安尼伊到尾伊的朋友就加足济，嘛较快乐吼。佫问佫伊的脑筋嘛较好，所以讲这个。现象应该互大家拢知影哦。你若讲捌一款的语言，你的思想较无啥共款。你若捌较足济，你的思想较变化较济，佫嘛较聪明哦。这是我的想法，多谢。我请你佫有一位单罗吼，你敢有若要甲你的问题讲了后，还请明眼兄做伙回答。这位单罗。单罗 ，OK， 单罗。迄个主持人甲迄个明眼，你好，其实我甲明眼其实旧年就熟识啊。是。你会当讲较大声，无听着。安尼敢袂使？有听着。有啊吼，歹势。因为就是我旧年就甲明眼伫台北迄个以前东部有熟识啊。是。就是。今仔日是来甲明眼来赞声支持就是拄则有听到迄位代的咱的少年朋友啦吼，有咧讲迄个就是语言的问题，甲伊拄着的状况啊。我拄则是听到明眼是讲到闽南语这个物件，其实我的想法是安尼，就是讲大家爱，但是拄着这种问题，你就爱去读较侪册，就是讲到底闽南语这3个字是啥物时阵出现的？其实你若是看迄种日本时代留落来文献吼，台语的文献，其实迄当阵无闽南语这种名词，迄当阵就是台湾话，无就台语，无闽南语。闽南语是中国的政权在讲，而且嘛是49以后，中国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了后，才用这个名词。把咱当作是中国的一种方言，这是其实资料拢会使找，嘛有足侪人在研究、在讨论。我就是甲咱那个少年朋友讲，就是其实你若拄着人甲你安尼呛吼，你着爱读搁较侪册，知影比伊搁较侪，你就会使叫伊点去。另外一个就是讲，其实你毋免，就是讲你若是要学台语，就是。你着爱熟悉愈侪台语的朋友，毋管啥物年岁，你着爱熟悉愈侪即款的人，你的台语才会愈来愈好。莫着迄种人就是伊若甲你讲，请你讲华语，莫甲我讲台语。即种人伫你咧学习台语的时阵，伊就毋是你的朋友。真简单就是安尼，因为你要进步，你要
行即条台语的路，你要学台语，你就是爱熟悉愈侪台语的路。像咱遮的，即马伫遮即落线顶的遮的朋友，你都爱熟悉愈侪愈好，对你的台语会愈有帮助。嘿，过来就是我就是想甲平安赞声一下，就是平安迄当阵你台北遐熟悉的时阵，伊真正是真安怎讲，就是伊的学术的迄个底子是足厚的、足深的、足厉害，知影足侪。啊，伊嘛足骨力伫用台语伫迄个基层遐吼，就是甲少年朋友开讲的时阵，伊嘛足骨力伫推广台语甲台湾的文化。请大家一定爱甲伊支持。就安尼，多谢。多谢吼，迄个我想请明眼遐先回答。我有看到瑞士的阿管举手，但是我惊问题伤济，伊到时记袂来，所以请明眼遐先回答，咱还阁互迄个瑞士阿管来问。嘿，明眼即马时间交互你。好，多谢大家提问吼。我首先感谢东路吼，因为我嘛足久无见面啦吼。尤其我搁所来台南安尼，嘿啦，就是讲我感觉东路的即个建议真好吼，就是讲其实真侪代志毋是讲别人安尼讲，就是即个状况，其实咱会使搁去找搁较侪资料来研究时阵，其实是会当真简单来回答遮个咱即问的遮个问题啦吼。其实我伫台北嘛捌算讲尽量我较早有录一个叫做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吼。其实伫内底阮真侪少年朋友拢甲鼓励讲，咱咧录即个节目的时阵，其实咱尽量用台语来录即个节目，嘛定定就是讲邀请一寡来宾吼，尽量就是用台语来过程来做访问安尼啦。嘿，所以讲其实这是一个练习的过程。你若有找到较好的朋友，会使做伙来练习安尼吼。希望咱的这个少年朋友有莫放弃。其实台语是一个真水的一个语言吼。所来就是讲咱来有拄讲到讲这个用这个较济学较济语言吼，敢头壳会变较好吼。咱拄有一个长辈讲伊一个查某孙仔，还是啥物孙仔吼，学5种的语言吼。其实我感觉这是无毋对的代志，因为其实对一个，可比讲国家来讲，伊若真，可比讲咱举即个瑞士吼，咱有瑞士的朋友吼，瑞士其实应该有分足济不共款即个语言的即个地区嘛吼，有讲即个意大利的吼，有讲即个讲法国话吼，应该嘛有德国嘛有即个瑞士本身的语言。其实我感觉，其实对欧洲，尤其是即个欧洲大陆吼，遮个国家来讲，其实因通常拢是有几落种语言，其实拢会晓啦。所以咱看因遮欧美的人吼咧想代志，其实对一般咱算讲台湾吼接受干那一种华语的教育，其实来讲是差足济。因的想法其实较算讲较会晓变巧吼，其实嘛真有即个创意啦吼。其实我感觉即个看法我是真认同的吼。所来就是讲即个台语甲华语吼并行的即个。目前台湾即个政策，我是感觉讲，其实我嘛真认同咱拄前辈讲，就是讲，其实应该是算讲这英语应该属于变做是，我感觉是应该是算讲伊的优先顺序应该是较后壁的吼，因为咱毋是讲每一个人拢会用到即个英语，但是咱的华语甲台语应该是变做是真重要的即个。咱大部分的人咧使用即个语言的工具啦，当然咱有客人的朋友有原住民朋友，其实应该拢爱学习。英语其实是一个，你若讲英语变做是一个官方的语言来讲，其实你若讲要甲母语变做甲官方共款吼，拢是一个重要的即个平衡即个语言来讲，其实伊有一个算讲强势的语言会去取代着弱势的即个语言的状况。我举一个例，比如讲新加坡，咱知新加坡有做中国也是福建东、海南岛遮个国的人嘛吼。其实因拢是会晓讲即个福建话，会晓讲海南岛的话，会晓讲客语，会晓讲广东话。但是因的政府就规定讲，咱即马吼，即个官方的语言是英语。恁呐吼，另外是讲看你是倒位来吼，另外一种语言恁是学迄种。但是一个真趣味的现象，就是讲因即马学校毕业，要出去食头路，要考试，要去政府内底做事，伊用的语言拢是英语。
所以变做讲，我伫新加坡咧做研究，就有真济是大人甲我讲啊，即个吼，你台湾来吼，啊你倒位啊讲啊，我倒会晓讲即个台语，伊讲啊，你讲福建话，啊伊反坦讲我厝里囡仔吼，伊讲伊嘛是福建来吼，但是伊厝里囡仔敢若会晓讲英语尔，吼啊。伊讲伊用伊话来讲是讲伊的福建话吼听无嘛袂晓讲，啊原因就是因我拄仔讲安尼，所以我感觉讲其实咱台湾的即个本土的语言的政策应该是台语，也是讲其他无共款族群的语言应该爱提升伊的地位，吼啊应该是变做是重视的一个语言的种类，毋是讲啊双语的语言爱即个英语甲华语并重，其实我感觉其实英语应该是讲。有使用的人才会去学嘛，吼，因为咱看咱拄仔举的即个例吼，欧洲为虾米足侪国家吼的人拢是头壳内底拢几落种语言拢会晓，迄是因为用会着啊。我开车后我伫法国开到德国我就会听着德语啊，我伫德国开到倒位我就听另外一种的语言啊，所以伊是自然吼，伊就有需要，所以伊会去学。对台湾来讲，英语毋是讲逐口罩拢用会着的语言，颠倒是。比如讲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吼，其实这是重要的语言啦。所以我感觉其实拄仔咱这前辈讲的这个看法，其实我嘛是认同的啦，吼。另外就是讲，咱上进前的迄个题目就是讲，教育部这种做法其实是应该爱调整的，吼。但是咱知影讲，因为咱伫基层地理法院过去咱有一式，即马无啊，所以咱要较早有一式时阵要提案是足困难的。吼，因为三式才有一个党团，吼，咱会使提案讲，你教育部安尼做袂使，吼，阮感觉应该安怎做，吼，所以讲，咱加一式的时阵，咱就要提案着去找人签名，讲找民进党的即个相关的即个委员讲拜托阮提即个案，咁要阮感觉教育部伊即摆编即个教材，其实袂使安尼编，即个人应该爱换掉。爱找人甲咱斗赞助、斗签名，这案件才有送入去立法院去互讨论。尤其即马咱一式佫无去啊，但是我感觉这是真重要的问题。未来咱即马虽然讲咱今年是伫地方选举的即个议员的选举来投入即个选战吼，但是2年了后，阮相信阮若今年选了。袂歹，阮会继续吼，伫即个基础面顶，伫2024年即个立法委员的选举，阮继续拍拼。阮甲遮咱前辈对台语的即个期待甲愿望吼，阮甲变做法案，阮就放入去国会内底，变做一个提案。咱希望教育部会当伫即个问题来重视，来做改变安尼。嘿，是阮目前阮会当做的啦。嘿，是。多谢明安兄真好的迄个回答。咱即马搁请迄个随时阿关你来问你的问题，有问题的人拢会使举手哦。我敢若是要讲一件代志，就是我想要建议迄个选区票位台文，因为我进前看台文普兰会来访问，我才知影原来伊袂晓看罗马字，所以因为进前伊咧做委员，所以较无用。我嘛想讲无要紧，一定无用去学的。即马机会来啊，所以我会建议安尼著是。无问题，即我甲转达即马吼，到别伊应无代志吼。即马迄个何芬吼，何芬关的美玲，因拢有问题，请何芬先讲。好，多谢王先生的解说哈。因为我来中国45年啊，对台湾的变化、台语的迄个文化了解，你头拄啊讲甲足清楚哈，所以阮就知影讲针对什么问题来安怎应付哈。因为我伫美国的时，我是台湾人的迄个组织，我因我参加足济哈。但是我一直拢是讲台湾话安尼就对啦。当然有的人听了会感觉迄个是会感觉讲，就甲讲我是台独啦，因为感觉讲台湾话就是台独，这是无正确的想法。但是我有哪坚持讲台语的，我的原则来安尼讲，所以我囡仔2个伫遮出世，拢是讲台湾话哈。虽然囝即马是迄个伫美国学校咧教迄个语言的纠正吼，迄个更正迄个学，但是伊有哪拢讲台湾话啦，就是
有机会，伊也是虽然伫学校内底需要有机会讲着台湾话，伊就讲安尼就对。所以我感觉讲咱台湾人讲台湾话吼，爱有迄个坚持，感觉讲台湾话是一个公营安尼就对啦吼。是，啊，佫一个问题，我是感觉讲啊，迄个破位兄活动吼，即马有较好势有无？这是我的问题，多谢。啊，即马请美玲来问。美玲问了，就请迄个明眼兄来回答吼。我要请教你吼。是。我听讲即个即马所谓迄落华英政策吼，语言的政策吼，是伫大清德伫台南市长的时阵提出的政策，唔知有影无影吼？啊，我要知影讲，你若知影讲当时大清德提出的即个语言的政策吼，甲即马咧进行的吼，是毋是共款吼？是。啊，第二点就是讲，我是恁基进吼支持者吼。感谢。我干那讲甲呼吁啦吼，大家吼，我知影基进，我替基进广告啦，基进真无钱啦吼，所以因需要资源吼。希望大家讲会当替甲因捐款，上少嘛年吼，2024年的时阵，应该上少撒讲吼，伊上少会当30亿入位吼，安尼才有法度做党团吼。所以我真注意恁的以前的迄个进步，我拢透过吼韩明荣医生吼，你知无？韩医师？韩医师可能较无接触到，我定拢透过伊甲恁做赞助安尼吼。谢谢美玲姐啊。你是高雄的医生啊，你应该去甲联络，伊是恁真大的支持者。是。多谢。谢谢。拜托明眼兄回答。我首先吼感谢美玲姐安尼甲阮吼，对赞助来支持啦吼。其实过去吼，我嘛捌曾经吼，因为主席吼，伫2018年也是较早进前吼，捌来咱美国遮吼，加拿大遮其实拢有做过演讲甲募款啦吼。嘛感谢迄时阵咱真侪前辈的支持所以讲咱刷落2024年的时阵，我甲即个建议带转去吼。若有机会，咱一定吼，过来美国甲欧洲遮去走一转安尼吼。若当面甲大家请教吼，刷落就是讲，若会当甲咱欧恩支持吼，嘛拜托大家甲阮继续支持安尼啦吼。就是讲大清德即个政策，因为我迄阵佫无插政治插遐尼济啦吼。但是算讲即我刷落后手，我会来去佫较了解，因为我即马未来开始关心即个台南市的即个相关的议题吼，嘛要再参选，所以这是我爱做的功课。所以讲刷落我会来继续关心即个吼，咱较早罗副总统伫台南市来推动的即个语言的相关的政策。咱希望讲会当对迄个较好的方向来发展啦吼，尤其是即个台语的部分，应该我想伫台南市政府会当做的即个范围内底，咱尽量来推动啦吼。希望讲咱即回2022年的即个台南市地方的选举，咱伫台南市会有一个党团，就是3色的党团。即个部分若成立起来，咱的监督其实会更较有利吼，嘛较有力安尼。即部分我就较歹势，我会算讲个后手去来研究安尼啦吼。再来就是讲，3Q 即个状况，3Q 即个状况是安尼啦。就是讲，因为吼，咱即马投票了，因为咱前议有当选嘛，吼，所以咱伫政府面顶咧，吼，游行写票安尼，伊这人吼，就是这人就是吼，较无注意到吼，因咱遮绑安全带吼，伊绑了伤低啦，绑伫迄个尻川面顶吼，迄真正足危险，应该爱绑较悬的啦，吼，绑咧这腰面顶较后壁。所以讲咱即马车因为有车阳灯吼，有时阵发动时阵打档会安尼。会限一个吼，怎可能打油门阵打要伤大啦，怎倒向遐安尼所以讲一般咱迄阵代志发生阵拢讲头去弄着有照迄个照电光吼，其实无啥物状况，但是伊较严重是这两边这肩胛头吼，这骨头吼有闭起啦，所以
前一阵仔吼有开刀，吼啊，咱前伊是医师嘛，所以伊是妇产科，但是因真甲咱撇位甲照顾，啊嘛交代真济医师甲迄个吼甲好好甲处理安尼，啊即摆拢已经手术了啊，吼啊即摆咧就是讲咧等迄个复原当中啦，吼啊即摆若无代志拢住病院啊。双手都无法度举起来，要食饭拢爱去因女朋友甲饲安尼啦。啊，阮本地也讲啊，无你用骹食好啊，咱即摆开发一种新的即个技术吼，你莫用手食饭，你用骹安尼，后摆你所以今日甲伊讲多加油啦，嘿，大家真啊，关心你。我甲交代讲，咱即摆吼，啊，你即摆病院已经无代志，无你落马字加减学一下安尼啦。嘿，我会甲转达安尼，嘿，因为咱可能阮2月19号吼，后礼拜六吼，阮台南东部有刷为阮本地伫南区吼，南区啊，即摆刷来东区伫后甲迄个风云市啊边啊遐，啊，所以讲开幕时阵，咱疫情主席会来以外啊，我嘛想讲看保卫甲伊迄阵状况会使倒。嘛会使来甲阮斗赞声安尼啦，啊，但是即个部分去了解，因为伊着两只手若举袂使起来，麦克毋知要怎举，着无可能爱用迄个挂迄个破链安尼吼，挂喺即个天坎头前安尼用讲啊，嘛毋知，啊，所以爱看伊个状况。啊，阮后当伫我当面，我一定会甲讲，嘿，啊，即请大家放心，我后一回吼，咱大家着甲验收，看你罗马字学到啥物程度，啊，若考了无好，大家再讲尻川话紧，是，嘿。刚遐我甲时间交互你，因为即摆目前无人举手，啊，我看你看敢要搁请迄个明安遐做一个 ending，啊，咱嘿，我甲时间交互你。好，安尼吼，我对即个新加坡说吼，迄个我有一点仔迄个看法啦吼。啊，我知你敢是你嘛去做新加坡做过研究吼？嘿，是。我是听即个内容位教授讲的啦吼。新加坡较早伊咧推行迄个华语的时阵吼，有请伊去做国家的语言政策啦吼。是。啊，所以伊政策的顾问啦吼。啊，所以我为伊听来是安尼啦吼，就是讲即个新加坡遐其实是因遐社会语言本来吼是拢是讲即个福建话啦。是。啊，毋过因的执政党迄个李光耀这帮人吼，伊的老爸就是差不多拢是英国的迄个买办啦。人民行动党遮的人，大部分拢是留英国的啦。吼，啊，所以因先变做讲有一个摩擦啦。到尾啊，因为李光耀因遐有可能要传囝，还是讲有要向甲中国做生意，所以伊即马较变做讲要来推动华语。迄时吼，伊南洋，伊遐变成南洋会馆遐个人，就是讲福建话遐人，伊是因是政治上因是对立的。政治上就是讲人民行动党是较精英派的，就是刘英的。啊，即个南洋这边的遮是算做讲较草根较在地。当时伊就是迄个李光耀，因就是用即个政策讲好，咱即摆拢来学华语。啊，迄当时即个南洋会馆即个人降价啦，伊就讲好啊，咱这就是中国，伊可能还佫一寡即个汉人思想，还是讲一寡即个人的即个祖国的思想即类的安尼。结果吼，伊即摆即个甲伊变做讲推行华语落去了吼，因遮的囡仔起来，遮的本地是讲福建话，遮的囡仔起来吼，做怎啊讲对即个因即个长辈吼，袂晓讲华语，讲啊哩啦啦看无起，所以即个政治势力啥开的拢放弃啦。是，所以这是啊，佮而且吼，因去推广英语吼，本地做英语有一个困难啦，因为伊去推广英语的时候，因讲的款 English 吼，伊国际上徛袂出去，甚至讲因的即个电视的主播咧讲英文台主播，因敢有请讲 English 的人去嘛无啊？无，所以即摆会变做讲，因即摆语言政策是安尼，就是讲即摆伫新加坡吼，因为阮查囝有捌去过新加坡吼，啊，伊看到一幕就是讲本地下骹手的人，伊是拢讲福建话。是。啊，所以因的迄个主任来，怎规个怎改做讲英语啊？
所以就是讲变做讲伊推行即种的语言政策了吼，造成的即种的文化的即个自我丧失自我的信心、自尊心的即种的代价吼，应该是蛮正大啦吼。所以假使讲咱即摆无顺也讲好，假使咱即摆来实行讲迄个英语吼，是官方语言吼，咱变做讲咱对即个爱台湾人的即个自信心吼、自尊心，即个会爱付出偌济代价，而且讲甚至讲咱逐个拢即摆讲来讲英语，咱敢有法度人讲安尼较标准吼？讲伫国际上徛会出去的英语吼，是变成爱去深思的讨论啦吼。啊，第二点有关讲即个闽南语的问题，我是讲一个做法落去参考，就是讲台湾通信吼，已经差不多30年啦吼。啊，即摆我咧用的迄个方法是安尼，就是讲，若是讲到台湾语言的时阵吼，是包括所有在地伫台湾的语言，当然是无包括华语啦吼。啊，若是讲到台语的时阵，咱就是甲伊当做台湾话，吼，就是讲当做一个迄个专有名词来处理啦吼。以上是我的迄个意见吼。啊，无请我知影你遐时间嘛真晚啦吼，所以是毋是讲你来做一个总结啦吼？啊，看阮遮伫海外遮台湾人会当安怎来甲你支持吼？你嘛免说你吼，报阮知影，无阮这嘛毋知影讲要安怎来甲你来赞助吼，还是讲来甲你支援啦吼。我相信咱在座会来即个论坛即个参加即个论坛的人吼，我相信大部分拢是对即个基进党吼有支持，而且讲有一个真深的心内的一个感情吼，感觉虽然无见面初次见面，但是嘛心内吼有一个真深的感情伫内底啦吼。好，啊无是毋是请你来做一个结论吼，好无？好，是感谢咱梁公大兄吼。其实讲结论我毋敢啦吼，因为咱算讲甲大家比起来较少年辈啦吼。但是我有一个感想是安尼，就是讲，咱算讲我最近伫地方咧走的时阵，有真侪咱即个台湾佮较早当我的前辈啦吼。啊，看到因自少年的安尼坚持台湾的价值、台湾的文化、台湾本土的认同，一直到即马已经年岁嘛有啊吼。啊，所以讲，其实咱因伫即个人生当中，其实会当做出侪代志，但是因拢无选择别条的道路，吼，拢专门伫即台湾面顶即个咧拍拼。所以讲，其实对阮来讲是真正真感动的一件代志，变做是阮的一个会当学习的一个模范啦吼。所以讲，基本上一开始佩伟来甲我推荐讲咱来即斗吼，来甲大家分享安尼。其实我是抱着一个真尊敬的心情，因为咱知影人吼，咱莫讲去国外啦，咱敢住去毋是故乡的所在，其实有时阵嘛感觉真心情真正真复杂啊。尤其是若讲会当佮讲共款的语言人较少的时阵，其实有真侪算讲心内较虚微的即个状况。所以我看大家咱组织吼伫线顶安尼来共同讨论，其实我感觉真感动啦。所以讲其实所以后摆吼，咱若有机会，其实应该其实应该会使佮就其他议题来甲大家做报告做分享安尼。其实台湾台文也是讲台语即个议题伫台湾是真重要，因为作为真重要一个文化强顶的表现吼，其实是算讲台湾精神来讲真根本的一项代志。所以讲未来阮伫即个政策面顶吼，只要有机会，阮绝对袂放弃，继续来推动相关的一寡议题。政策阮会监督政府，不管是中央还是县市，阮拢尽量来推动安尼。就是讲，因为咱小党资源较少吼，若是讲大家若会使吼，相关的即个，甲阮不管是捐款也好，还是讲相关的物资，还是讲咱即个相关也会使人脉即个部分拢甲阮斗支持安尼。所以讲可能真爱麻烦梁公大兄，咱会当甲阮做一个窗仔口安尼，后摆若有啥物若会使有甲阮斗学阮的所在，会使透过咱梁公大兄来甲咱做支持，我嘛甲大家保持相关的联络。若讲大家对咱台湾的文化、台湾的历史、台湾的艺术，
然后相关诶趣味啊想要了解，啊我家己本身也佫有研究，啊我做诶教时间会当配合，咱拢会当佫另外一场吼，啊来做讨论再做分享。因为我伫我离开吼，伫我去年年底离开即个陈廷宝文化基金会诶时阵，阮当咧推动一项，就是讲台湾诶艺术家，尤其是日本时代艺术家、重要艺术家诶作品，阮要来去加拿大这边来做展览。吼，啊，阮已经有甲加拿大这边诶美术馆做记者，吼，啊嘛咧开始讨论，啊，但是伊迄毋是我负责诶业务啦，只是讲听着同事咧用即个网络咧甲加拿大迄边诶人咧做讨论啦，所以感觉讲其实台湾需要佫较济会当甲台湾文化推广，甲咱台湾人伫咧其他诶国家，吼，佫较济诶，即咱外国诶朋友会当了解台湾其实。文化毋是干那中国的文化尔，迄根本就毋是咱台湾本身的文化。其实咱台湾有真侪优秀的即个人才，不管是过去甲即马，其实拢足侪文学出嚟去吼，真侪部分其实拢有。所以讲，咱希望会当借即个论坛机会嘛，是甲咱台湾的其他的即个更较好的物件也推广出去安尼，啊嘛保持一个咱伫海外甲台湾本土共同有一个文化记忆生活的咱的即个族群会当更较好来发展的一个机会，甲平台安尼。嘿，啊非常感谢大家，即个开遮济时间吼，啊我准备也无讲真好，嘿啊安尼甲大家分享安尼，嘿啊希望。去啦，感谢鼓励安尼，谢谢，多谢大家，谢谢，谢谢。来，大家拍拍啊来个赞声一下啦，哈。谢谢。要继续进前哈，我来分享讲哈，咱即个搁落来的节目啦哈，安尼看会到无？有看会到。所以咱这边是第20回哈，啊是台湾基进台语的想梦，哦，你讲我讲梦想梦意思是啥？梦想呢，还是啥物款？嘿，是梦想，好 OK 好，好啊，后礼拜哈，咱要来讲，咱要邀请一个客家的朋友哈，来讲台湾第一故事哈，啊，伊已经有送迄个 PPT 来吼，内底迄个资料真正宝贵啦哈。啊，咱2月2日吼，咱有要办一个75届哈，22节哈，拄则迄个丹路咱有邀请丹路伊会来回应。拄则咱单位老师的一个演讲吼，伊是5个其中少年人的回应者的其中的一个。单路你毋知佫伫遮无？来接换吼，啊，佫落去咱有台湾文学欣赏吼，所以大概是安尼啦吼，啊是，佫一遍甲你说多谢吼，我知影时间，所以咱即马佫刷落去吼，咱可能会佫差不多。10-20分钟的时间吼，大家伫遮互相解抗啦吼。啊，咱今仔日的节目，咱就到遮为止。啊，当然要留来开讲的人，会当继续留咧安尼。啊，大家感觉上晚的人会使离开啊，嘿，感觉上晚会使离开，啊要留落来会使留落来。呀，啊，迄个明眼兄，年底要选台南。安南区的议员吼，啊，你若有亲戚朋友住伫台南的吼，啊，甲先退邮票。谢谢。阮兄哥的囡仔吼，住伫安南区啦。啊，感谢。我买手吼，我买手甲我迄个我名片的迄个电子档案吼，啊，寄互咱即个梁公大兄安尼啦，啊，是寄互大家。嘿，啊，咱遮拜托大家甲我斗宣传安尼，嘿，安尼可能较，嘿，安尼可能较利便的嘛，较看了较清楚，嘿，因咱算讲，嘿，算讲头一斗出来算较无人知，嘿，啊，所以讲着用即种方式安尼，啊，咱着无啥物钱通看看板，因遮民进党咧初选吼，别区我较无咧注意，但是安南区是有人吼，看板挂甲彩虹灯平济啦，所以，迄真正真恐怖，嘿，我是讲我天马起啊，着拢看着即个人。系啊，安南区遐有一个叫做啥物金拓园还是啥物款？嘿，啥物？金拓